那是无双剑侠。他是谁？无双城的无双剑侠，据说已经100年没有人能够使用了。想不到这一辈，居然有人能打开它。哼，报上名字吧，小鬼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这天下2字去掉了吧。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哼，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哼，狂妄。